老旧斑驳城墙几处碎石落下。2010年3月，甲仙强震让美浓重要历史古迹东门楼又受伤。清乾隆年间至今230年，烽火摧残，始终屹立。像这母语听起来都很顺口。口是天才，见是进来，添灯精彩，有福孙来。祈福守望，碑文上几行字，老城墙的血泪史。导览黄森兰带我们上2楼。带着朝圣的心情，来到美浓没有上去就不算来美浓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一瞬间感受先民登高远眺、抵御外侮的依靠，将美浓第一街取名永安，也是希望永久安居。前面是美浓河，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水陆交通要道，可以想见当年位居要塞的风光。如今人车穿梭过，唯有老城楼依旧静默。大起闻名的匾额呼应远山走势，隐含对子孙的期许。那美浓有一句话讲，养子唔读书，唔当学太祖；养子不读书，不如养大族。所以美浓出好多博士啊。始终守护着的还有土地伯公。美浓4万多人口，400余座伯公庙，显而易见是多重要的精神信仰寄托。对这个信仰来说，就那个它旁边好像不是个问题，是不是？对，不管是就说的，你想到比如说。有想要求助于土地伯公的时候，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，不管是就做的，不管是就做的，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。还有保留传统风貌的三合院，祖堂里的洞帘记录祖先迁徙路线。静谧的老街上，三合院、东门楼、伯公庙，见证美浓世世代代风华变迁。那一旧较方便，不管是就做的，那一旧较方便。不管是就做的。